除了帮助勇士在2015年登顶，他也是勇士2015到2016球季缔造史上最佳单季73胜纪录的一员。在勇士期间，波格特在包括230场先发在内，超过236场出赛中，上场23.7分钟，平均可有6.3分、8.3篮板、2.2助攻、1.71组攻。2005年选秀状元波格特 ，NBA 生涯除待过勇士外，还曾效力密尔瓦基公鹿、达拉斯独行侠、克里夫兰骑士和洛杉矶湖人。在澳洲期间，波格特在超过30场比赛中平均上场29.7分钟，以平均11.4分、联盟最佳的11.6篮板、3.4助攻、2.7组攻，成为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MVP、年度最佳防守球员。